在日本时代，蒋渭水蔡培火等台湾知识分子推广台湾自治设立议会，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，说服这总督府以违反着治安警察法，甲因抓起来起诉。落尾这个事件有开庭辩论审判，这是台湾打向民主的重要历史。即马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用 AI 技术重现迄当时开庭的模样，要互民众体验。评论政治。是阮的权利甲义务，安尼国家才有进步。三面壁投影模拟治安警察法违反事件开庭的模样，蒋渭水等知识分子，伫1923年日本时代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，说服总督府以治安警察法抓起来。治警事件有留下侪分字的历史文件，但是影像是真少。现在是以这款历史文件为基础，以 AI 技术重建迄时开庭的模样。照片呢，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有那么的多，所以有很多的情境照都没有办法看到。那所以这一次我们选择用 AI 的技术来做一个还原跟情境的模拟。请敲下正义之锤。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每年10月份，拢有以新文化运动做主题的活动。今年拄好是治警事件满100年，就以这个主题纪念日本时代的时，台湾知识分子争取台湾百姓参政权的迄段历史。因为这是一个殖民地政治事件，全世界拢轰动，所以就不得不公开来辩论。经过这个台湾民报甲刊登，甲互大家拢知，本正是要吓惊台湾人的，结果呢？变成甲台湾人甲什么叫做宪法，什么叫做殖民地议会的这个政治。蒋渭水的后代蒋兆金讲，治警事件对迄时的台湾人来讲，就亲像是一节小解自由、平等、人权的课。治警事件伫新文化运动期间，嘛是刻明台湾人追求民主的一段重要历史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